叫阿明，我係一個中意海洋的潛水員。我經常潛入水裏，同海洋生物一齊玩，一齊跳舞。但係有一日，人類不斷將啲垃圾抌喺海洋裏邊，四周變得污染起嚟。我好想令海洋重新變得乾淨。於是我發明了一個神奇的水底垃圾桶。我成功將垃圾一件又一件抽走，哈哈！我真係太厲害啦！我成功啦！但係冇幾耐，垃圾再次出現，我又傷心又失望，開始明白保育海洋唔可以單靠一兩個人嘅努力。於是我到不同學校教小朋友保育海洋。我要令人類明白，保育海洋係每一個人嘅責任。最後，當我再返回海底世界，最美好的畫面重新出現啦！